昨下暗台北市文山區正出名的指南宮發生火警，你看到凌霄寶殿1樓、2樓1500平方公尺攏燒起來啊！這個所在啊，其實地勢本來就較懸，所以要救水線去救火非常的困難，一直到早起火才拍化。遠看過火甲烏煙為宮廟內底一直衝出來，衝上天。其實無法度，樓頂哪去的啊？樓上那邊我們這邊沒有辦法處理。有人提滅火器想要去拍火，也毋過溫度有夠懸，無才調入去，樓梯甲大殿內底攏着火啊！上局接到消息到現場，趕緊布水線拍火。這是台北市文山區指南宮的凌霄寶殿，昨下8點外火燒厝。無做建築，加上香爐、蠟燭等等，一時來去拍花。透過熱顯像儀，嘛會當看出1、2樓溫度有夠懸。鳥仔山水源相對有較欠，再加上路正矮，干會當沿這個樓梯布7條的水線，運用貓空纜車邊的水池為正面拍火。2樓雙邊是用水線來拍，4點鐘後才用火來拍花。比較扎實的一個木材，所以它會有生成火災的一個現象。也就是說，我們打的可能是它的木材的一個表面，那它生成火災，它會繼續往內部去做一個燃燒。外口紅色插腿已經攏臭火焦、石雕、龍條嘛攏害了去啊！本來插佇外口香爐，這時嘛倒佇邊啊，刻甲正水條啊、紅架刀甲神明等等，嘛攏燒甲剩殘骸爾。加在有成功將這個火勢阻斷，無燒入2樓，災情較無遐嚴重。包括和廟方以及文化局來了解哪些在歷史上必須要保存，哪些結構上必須要拆除。凌霄寶殿佇1966年落成，1樓是3000殿，主要是服侍3000度祖；2樓玉皇殿服侍玉皇大帝，加3官大帝。現場有漏水線，隨時提名，就驚講這個柴具會佫燒起來。照看信眾一架子凌霄寶殿這個神尊，火燒起，加在無信眾受傷。